Hello，又见面哈，三口人回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今年行情按五毛，按到了再难按到平头哦。哎呦，你冇辦法，哎呀，你天災啊，天災咁多哈。啊，見半日我老爸脱條連嘅本提車家堂嗬。首先你會要講到五毛，你會要講錯啊。請提車家親戚朋友姊妹請提車家多多原諒嗬。見半日我老爸脱條連嘅本提車家堂堂真正呢條連了。看不到命不見旁之門裝古羅，裝古羅忙實見哈哈哈哈哈！幹嘛嘅意思？咪人曉啲嘅，要睇清楚麼？係冇睇清楚，我老爸在講家日記本呢度實睇下，看不見命不到哈。旁之門裝古羅，裝古羅忙實見哈哈哈！幹嘛嘅東西？今行我老爸都講呢都睇咗個意思啊！看不到命不見嗬，旁之門裝古羅，裝古羅忙實見嗬。呢個意思就係乜嘢嘛？試卷今下啦交通世界啦平土試卷corona咧แล้ว就按落試卷呢條團年咧。看不到命不見，旁之門裝古羅，裝古羅忙實見家車試卷了啲冇。